樓市回升，銀行嘅物業按揭流程都有新動作。由2月28號起，物業交付安排嘅置意庫將會擴展至到二手住宅物業。咁喺實際操作上，對置業人士嘅按揭流程同埋風險管理會有啲咩影響呢？今集節目啦，我哋就請嚟星之谷按揭轉介營運總監莊桂文同我哋跟進下嘅。莊小姐你好啊。你好。嗱，個新安排咧就容許買方咧最快喺成交當日會收到樓款嘅。咁對於換樓客或者需要資金周轉嘅客戶嚟講咧，有幾大幫助呢？其實換樓咧最緊要就係時間銜接問題啦。咁以往支付方法咧，其實喺交樓後咧，往往需要大概1至2個工作天咧，其實先可以動用到賣樓嘅餘款，再進一步去安排新買賣嘅出票嘅。咁如果預着星期5咧，可能就進一步會滯後咗嗰個時間。咁新嘅安排咧，其實令到舊樓嘅成交咧可以即時收到款項啦，就確保換新樓嘅資金咧可以調動到，咁時間就會更加好掌握嘅。不過啲電子化嘅嘢就總會有個故障風險㗎嘛。咁如果出現系統問題啦，或者延誤，你覺得最壞會出現啲咩情況呢？但其實相信呢個安排咧，其實自2022年開始咧，其實都開始實行咗嘅。咁運行咗三年鬆啲啦，咁大概都有萬五宗成交係透過呢個置意庫進行咗。咁過往咧，其實都一切係比較順利嘅。咁相信當局其實係經過長時間嘅測試啦，同埋實踐咧，有足夠信心去處理咗萬一系統出現問題呢個風險應付能力，先會進一步落實喺今次新買賣呢個成交上面。咁我哋對呢個方向都有信心嘅。嗱，今次個新安排咧就唔包括有轉讓限制嘅資助房屋，多於一案或者係涉及釘契嘅物業嘅。嗱，以你接觸嘅個案比例咧，有幾多客戶係會被排除在外嘅咧？根據2025年，其實大概二手成交大概有4萬幾宗，咁當中涉及咗多個按揭啊、釘契啊，或者係一啲資助房屋嘅宗數咧，其實扣埋之後咧，大概就扣咗1成會被排除在外嘅。咁所以其實大概都仲有90成嘅客人係會可以選用到呢一個付款嘅方法啦。咁其實如果未必用到今次付款方法嘅話咧，相信對客人個影響都唔會太大嘅，因為佢哋仍然可以用翻原有舊嘅方法去處理佢哋嘅成交。金管局都估計話呢個新安排咧可以覆蓋到近90成嘅二手住宅成交。嗱，對於買二手物業嘅買家嚟講啦，有啲咩好處呢？其實佢好處就係咧，譬如佢而家做咗個按揭之後啦，以往咧其實嗰筆款項係需要轉去律師嘅戶口，再由律師樓嗰邊咧開翻一個本票或者支票俾賣方嘅律師嘅。咁呢個過程其實當中難免可能會有啲時間嘅滯後啦，又或者係支票可能有機會會出錯啦。咁最重要嘅問題就係個託管資金嗰個處理方法啦。咁過往有啲案例咧，就係可能律師樓當時突然間面對咗一啲被凍結戶口啊，或者係俾呢個律師公會託管嘅情況，令到所有嘅資金凍結咗，從而影響到成交。咁喺新措施嘅安排之下咧，其實就可以完全避免咗呢啲風險啦。咁嚟緊都只係會擴展至到二手住宅物業啦。嗱，你覺得日後啦，長遠啲望會唔會可以擴展去到一手住宅或者係部分嘅商用物業咧？其實相信咧，一定係即係金管局都有講過啦。其實係有機會進一步再擴展去一手嘅樓花啊，或者其他唔同嘅商用物業啦。咁主要而家未必會即時可以實行到嘅原因就係咧，因為現時一手樓花嘅條例入面啦，咁就會涵蓋咗一個叫做託管資金嘅一個安排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如果要直接付款去到對方嘅買家嘅手中嘅話咧，其實可能會牽涉到一啲修例或者需要一啲時間去完善翻新嘅一個安排係點樣去落實嘅。咁所以呢度相信金管局方面都會再進一步需要去商量一下。咁至於我哋話商用物業咧，現時我哋講緊佢哋嘅成交都會比較複雜，相信要一啲時間，同樣都係要睇一睇個安排點樣可以再進一步完善到。咁目前呢個新安排啦，對於你哋按揭轉介行業嘅工作模式會帶嚟啲咩挑戰呢？對於我哋嘅流程其實就影響唔大嘅，反而我哋可以多方面去提出話翻俾買賣雙方聽啦。其實佢哋係有呢個選擇，可以揀翻用呢個最新嘅置意庫去做促成呢個成交。咁其實買賣雙方只需要喺可能簽臨約嘅時候啦，同律師去提出翻佢哋有呢個嘅想法，同埋喺銀行嘅申請表上面選用翻呢一個置意庫嘅安排。咁其實到時銀行同律師亦都會即係去安排翻呢一個付款
本方法。咁喺我哋嘅立場，我哋認為就我哋行業啦，可以做多啲唔同嘅宣傳，去教育翻啲客人，其實呢一個安排係更加安全、更加妥當嘅。咁你喺前線啊，你覺得現階段啊，即係呢個自預付嘅安排，監管機構同埋銀行仲有啲咩係可以做到去改善呢？其實監管機構咧同埋銀行，我相信好多真係買家業主可能都未必係確實咁聽過自預付呢一個計劃嘅，咁好多時都真係要透過銀行去做一個宣傳，去話俾佢聽，究竟呢一個計劃對於佢有啲咩保障，可能喺個資金方面點樣安排會更加好。咁監管機構同時亦都係喺一個大範圍啦，可以向律師樓啦、向銀行方面啦，做出更加多嘅推廣啦，希望佢哋可以應用到唔同嘅客人身上，從而令到成個過程咧更加順利流暢。